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杨祖和，欢迎收看1月17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在去年底市府记者会当中，代理市长李梦燕就已经宣誓，要将改善空气污染列为2018年市政重要的政策。上午在市政会议当中，根据环保局的资料显示，甲102年同期比起来，目前空气品质不良的天数已经改善4成7。根据统计指出，空气污染有7成是来自境外。不过以台南为例，环保局嘛针对咱本地所制造的3成污染加强查，包括车辆所营业的8%-18.6%，工厂所排放的7.5%，以及柴油车14.8%等等。透过积极甲民间合作，敢若大规模洗扫街路资源，有效减少营业，就总共洗到42公里外。所以，市长李梦燕上午伫市政会议嘛公开表扬，勉励团队继续为市民健康把关。公司协力，台南市 PM 2.5改善有创最佳的这个记录啊。那106年，台南市在执行空污管制上做了相当多的努力，除了公部门积极管制外，在企业与市民的合作下 ，PM 2.5年平均浓度从102年的36微克立方公尺。改善至106年的25微克立方公尺，近5年大幅的改善，将近31%，降低了31%的这个量啊。那106年秋冬11月开始到今年1月9号的橘色警戒日 ，AQI 大于100的天数为21天，较102年同期的54天已经减少了33天，显示台南市的空气品质的不良的日数已经明显的改善，下降了约47%。3，在环保局努力之下，去年共淘汰了51240辆2行程机车，有75万辆机车完成排气的检验，是连续7年机车定检率6都第一。同时，整合企业、工地与本市的洗扫街资源，洗扫了42.9万公里，有效减少扬尘，并维护街道的干净。另外，去年一冬，台南总共汰换51240台二行程机车，加上75万台机车完成排气检验，连续7冬机车定检率拢是6都第一。毛市府团队对着改善空气污染相当有信心。电视新闻管制郭国义采访报道。东山咖啡有国际级的水准，要将咖啡豆的品质来提升。去除较歹豆仔是上界基本的工课，也因此农业局甲农会等单位合作，特别选买了一台140多万景豆仔的光选机，会当快速拣出好的咖啡豆仔，省时又个省力。这台由日本制造，会当拣咖啡豆仔的光选机，有全彩色、变色、影镜头以及50组记忆系统设定。简单来讲，就是将各种无同外形、品质不定的咖啡豆仔彩色图设定伫机器当中，成为拣豆仔的依据。伫1点钟内，就会当挑选800公斤以上的青咖啡豆，等于将人工需要半冬拣豆仔的时间缩短到1点钟以内。这边是上镜头，这边下镜头，然后轨道，然后盖下来，刚好是我的豆子从这个正中央过去。所以它是一个2400瓦画素的全色彩的色彩选别机，然后它的每一分钟啊哈，每一分钟的那个判断时间是0.1毫秒在判断，所以当我的摄影机或者是 CCD camera 看到这个不良豆的时候，它0.1毫秒就可以喷。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它的分嘴，它就自己就筛选掉了，对，筛选到这一边来。第105年，正店市长赖清德来到东山时，就曾经有咖啡农反映到，若是要将咖啡豆的品质提升，排除品质歹的咖啡豆是基本的条件。所以，伫农业单位的协助之下，特别引进了一台拣咖啡豆的机器。不但节省时间，而且更会当解决欠工人人力不足的问题。因为人力不足，干那要拣这豆仔，对
对咱是一个足大的一个负担。除了因为人工的负担，嘛增加着咱咖啡豆啊足大的成本哦。所以这是要安怎样来解决的问题。咱有咧讲，人有即种种豆仔机啦吼，所以咱伫安尼的状况之下，做着计划提报，得着农委会、市政府来甲咱支持。当然，咱的协会嘛爱自主性，家己互相斗配合，所以咱共同呢，今仔日有即台选豆机、选豆仔机的装设完成，开始启动。看到即台那种迄种速度真正是未看到之前，无法度感受到迄个快速啦那今年来讲，咱有即台来讲，我相信咱会当解决咱的迄个咖啡豆啊，迄个要种咖啡豆啊，迄种人力的迄个缺乏的迄个状况东山咖啡伫最近这几年来渐渐打出名号，佮曾经得到美国咖啡品质协会精品级认证，显示东山咖啡豆也有甲人比拼的实力。现在有了这台种咖啡豆仔的机器，相信会当互品质再向上提升。咱新闻张山林根采访报道。今年因为风太少，所以无国柑仔丰收，当然农民真欢喜。但收成上介好，也造成了卖完的问题。也因此，农民寻求着议员李文静的帮忙，希望会当鼓励较侪民众来购买咱在地优质的无国柑仔。台湾在地水果无国柑目前当咧大出，但是也因为收成上好，佮加上甲柑仔的产期签碰，因此出现了滞销的问题。市员李文静除了率先购买30箱来帮忙在地农民，也鼓励民众爱多多支持在地农产品。无国柑这我头久有甲食，真正有食，佮甜，这皮佮薄，真正足够有足，这一箱才400块尔，这产地这个介绍，咱大家安尼会当来甲这个农民咧斗下手，咱嘛呼吁讲，这个农委会本来就爱这个来甲重视，来甲关心咱的政府，咱嘛真感谢台南市政府农业局，这个农业局呢已经来甲咱买30箱买30箱真感谢即摆民进党的党团这个有要来购买品质这么优良的无国柑，产量多，也互农民真烦恼的卖袂了，所以真希望大家会当来斗支持。后来今年最主要是无风台入来，大家产量这农产品产量拢增加，所以这买老乡足歹卖，因为台北天气足无稳定，拢落嘛拢寒，都搁咧落雨，凉冷，所以大家拢无爱出去，搁因为你普通咱的海里柑拢甲过年即阵出来，今年海里柑拢提早出来。甲只无国柑6点几拢总，迄海里柑拢幼来，拢总幼来，所以即摆目前是足歹卖，量搁增加，安尼，我希望政府会使多多来甲只农民帮助一下，加减拢无要紧，莫阮讲损失较济。无国柑安尼一箱介绍定位400块，民众若是要订购，会当向李文静的服务处来登记。台南节目王志豪、张伟忠采访报道。经营广东沙茶路的头家蔡杰林，因为少年时阵曾经伫咧教育界服务，也本着处之社会、用之社会精神，希望会当帮助弱势学童。因此，伊捐赠了100斤的萝卜糕，要来互100名意在国小的弱势学童，要来帮因加菜。热心公益的善心头家蔡杰林，因为烦恼弱势家庭的学童伫咧冷冷的冬天食袂饱，所以特别准备了100斤的萝卜糕。要来捐赠予弱势家庭的学生，希望会当帮因加菜，互因食饱有气力去学习课业。我会选来食就是因为我这个查某囝以前来食兼课，因为是伊的关系所以讲我会选择食。然后的时就是讲，因为我会去关怀这小朋友，本身以前我嘛教育界出身的，所以讲我研究这个樱花虾萝卜糕，研究原来真久所以讲有哪做咧好食刷落去呢，就是讲咱无拢足健康、足自然的物件，就是无含防腐剂。咱
爱关心咱的后代吼，所以讲的是喏，我会推广讲吼，啊，互在小朋友吼，啊来安尼来甲关怀者来伊。你这么非常感谢吼，咱丁太真的蔡董事长吼，对于义载国小的师生吼，安尼在关心。今年伊安尼来关这100份的这个萝卜糕吼，来送互阮义载国小这弱势的学生，而且呢感受到咱蔡董事长吼，不仅他在食材上吼非常的关注，他对于我们的社会公益也是非常的投入哈，所以这边真的是感受到我们蔡董事长对于教育这一块的一个关注，也疼惜我们义载国小的学生。因为少年时阵也曾经从事教育的工作，因此善心头家蔡杰林也特别了解弱势家庭的教育需求。义载国小也由校长代表赠送感谢状，予善心头家蔡杰林来表达对伊满满的感谢。台南新闻网之后张伟忠采访报道。工研院为了因应多变化的服装市场，所以串联学界甲业界，针对布料的创新甲运用，创造了一新的设计。为了要让民众更加了解这寡新产品，所以举办着2018年生态系新创循环设计展，精彩的动态走秀甲静态展出，透过镜头，互咱做伙来观赏。由艺人的 model 王思伟带领一专业的 model 上台走秀。伊展示出上界新的机能服装，一寡大胆创新的设计，佮加上台南纺织业的优质布料，互每一套的服装拢具有特色。工研院推动经济部中小企业生态系计划，即届串联起3官学3方面，整合着咱台南纺织业外销所存落来库存布料来做充分的运用。在这布料银行里面呢，我们结合我们 FFI 流行时尚产业联盟，来建构这样的一个网络平台。另外呢，我们在古都基金会那边跟他们合作呢，也成立了一个所谓的示范的场域哈。希望透过这个样的一个平台呢，我们去连接我们的设计师，还有我们的布料的这些供应商，去共同的去共创去发展。那透过他们的力量呢，我们这次成立了这个来举办这样一个设计展哈。展场内底也有侪对环境友善的资源再利用案例，亲就是这个使用即伫的水库底部泥沙所制作出来的防水杯垫，也是循环经济上介好的案例。将这些水库的淤泥做添加一些药剂做改质，改质之后它其实就是它可以适合来做灌模。现在很多人喜欢玩那种水泥盆器，它利用这个就是有点像是水泥的特性，然后再搭配你们的矽胶膜，可以灌出就是任何形状的质感。那因为它部分有含淤泥，所以等于说是做一个环保的材料的再应用这样子。2018生态系新创循环设计展，展示超过13家的创新设计，甲11间业者以及4间学校的创作成果。工研院积极打造良好的创作环境，甲未来市场可行性，就是希望互较侪民众了解来自台湾研发布料甲设计实力。台南新闻网之后张伟忠采访报道。由客家委员会、台南市政府以及民族事务委员会甲本台合作推出的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这礼拜要带观众朋友来欣赏到客家音乐，同时嘛要来学看卖啊客家的传统歌谣是要安怎唱。我是小邓老师，我是小晴，
哇，小郑老师，今天我们的摄影棚特别不一样，好热闹哦！哈哈，冇錯。今晡日我來啲觀眾朋友嚟介紹客家傳統嘅山歌哦。客家傳統的山歌就是採茶歌嗎？客家山歌係樣板形成，無從考究。不過頭擺客家人，無論帶也係耕種嘅素材，都係話山啊別個鄉。做嘅流通之後呢，心有所感，就會留當時相關度嘅喜怒哀樂，用歌聲來表現出來，張開始世界，可能係單純嘅哀嘆啊，也係歡喜嘅上跳。有時是為到愛呼朋引伴來唱歌，也係講愛留對上嘅朋友睇上來講話，漸漸嘅就會變成歌聲，慢慢嘅形成所謂嘅山歌。也係你客家歌謠嘅一大特色，山歌也成為最早嘅代表客家音樂嘅表現形式之一咯。哦，難怪有時候聽這個客家山歌哦，它尾音呢都要拉很長誒。小晴講嘅冇唔錯嗬，老山歌嘅音呢有時時嘅嘅音會來下爽，你也就會講鉗山。哇，我已經迫不及待想要來聽聽老山歌咯。冇問題。在你聽呢個老山歌之前呢，我先來介紹歌詞啊。好。你下出嚟介紹你老山歌嘅歌詞。客家嘅山歌呢係當有文學性嘅哦。佢嘅結構呢，老啲嘅題材係講求押韻，每一首都有詩句，每一句係7隻詩，總共係28隻詩。今晡日出嚟介紹你客家嘅歌詞，嘅歌詞就係你妹茶來兩妹錢，茶比朝陽陽朝人，蓮茶低陽屯落布。一生難忘阿妹錢，坐下來呀，聊下來，聊到兩人心花開，聊到睫毛沉落水，聊到石頭飄起來。哇，這根本就是一首情詩嘛！係呀，呢一首歌詞啊，就係描寫男女嘅情愛，客家歌嘅親密性，也係錯兩位哦。時間嘅關係，你就先來聽老山歌哦。休困一下，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我们常说酒量好或不好，无论好或不好，喝酒应该要有参考值。男性每周不能超过14罐啤酒，或是半瓶多一点点的威士忌。女性适量饮酒的参考值就更少了。过量饮酒绝无好处。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
为伫咧公园当中，1918年建造完成的六舍食堂，经过了100冬的岁月，目前已经成为充满艺文气质的18茅茶屋。该建筑目前的负责人叶东泰为着要纪念这历史建筑物的100岁生日，举办了一连串的活动。首先是首都来到台湾展出的李仁美茶具展，透过镜头，互咱做伙来欣赏。首都来台湾展出的陶艺家李仁美，这届为着要庆祝18茅茶屋的100岁生日，将伊所创作的白瓷、黑陶、盐矿、柴烧、纸砂这5个系列的作品，全部拢展现伫咧游客面头前。陶艺家李仁美同时也创作了侪啉茶所用的小配件，因为伊想要强调的就是人甲茶之间的互动关系。我这一次的展览主要是以茶为主体的一个方式，我用5个系列去诠释我所认识跟接触的茶。我这5个系列有分为黑陶、白瓷、盐矿、紫砂跟柴烧，它大概这5种材质可以对应我所认识茶的一些诠释的方法。一般来讲，大部分的创作者都是以人跟气为主体，而我这次主要是以茶跟人为主体所做的一个诠释。我早几年开始吸茶以后，我慢慢发现说，之前自己所做的一些茶器具，事实上跟茶是背离的。因此，我现在所有的观念性跟创作都是贴着茶而走的，这是我这几年来的一些想法。5大系列当中，上届特别嘛是陶艺家李仁美上届新系列作品，就是台湾盐矿的创作。然后我这一次里面有加入一种叫做海玻璃的一个东西。这个海玻璃是早期台湾先民他们那个时候没有垃圾车。一些住在靠近渔港的，他们会把垃圾丢到海里面去，因此有一些什么酱油瓶啦、汽水瓶，就在海里面破掉，随着海水的冲刷，它会变成一些很小圆圆的海玻璃。我把它装饰在上面，这也是一个我那个盐矿的一个小趣味。原本是公园的六舍食堂，即马经过100年了后，成为18茅茶屋。这栋建筑物伫咧2018开春第1栋的展出。就是希望大家会当做伙来庆祝伊的100岁生日。今年刚好满100年，所以我们在月初去年年底呢就开始策划了一个邱宇珍的美国摄影展。那现在进行的呢是台湾的陶艺家李仁美他利用很多台湾的矿石以及海边的这种玻璃融入到陶土里面，创造出现代很重要的一种台湾茶器。伫咧这栋100年老建筑物当中，展出各式各项的茶具作品，更显示出古色古香的气氛。18茅茶屋迎春陶艺特展，真大家民众前来详细观看。台湾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将传统新名药签，佮加上当年中医治病经验，高国清医师发表《保生大地药签专解》这本册。希望将传统老祖先的智慧甲现代医疗科技来结合，长长久久流传落去。树顶行者宫主治医神保生大帝，虽然目前医学科技已经非常进步，但信众破病前来求取药签的人依然非常的多。知名的中医师高国清，就特别将伊临床的经验甲药签来结合，经过了4冬外的研究。将算来发表着这本《树顶行者宫保生大帝药签专解》，内容针对着配方、药材功效，拢有详细说明。因为我觉得，这个一个庙宇，咱一般庙是水，有建筑之美，顶陶极水，但是还有药签之美，但是唯独这个药签之美，这1000多年来被大家所忽视了，对不对？大家知道这边是加水，这叫鸡蛋，顶陶加水，唯独药签是大家所忽略的。我当初在写，我觉得说，我不仅是要给医生看，我还要给历史学家看，我还要给文学家看，因为这本书其实我当初写作的，我到最后写作的期许，就是给专业看，给历史学家看。给文学家看，因为
你如果没有综合三个这方面，你无法去校正这个药签的来源。树顶行政宫原本的药签有内科120首、理科60首、外科60首，甲眼科90首，总共330首。即马佫增加了高医师所加入的30首内方，互药签的数目达到360首，也创下全国上界济纪录。高国清医师也期望透过这本册，会当互更侪人对当中的学习，更侪中药方面的知识，也发扬保身大地神威。台日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敢有想要伫咧一大片的草坡当中欣赏音乐、耍游戏，同时享受到露营的趣味？目前就有一场500顶全国上界大规模的团体露营，2月9号开始，将要伫咧祖马奶农场来登场，也邀请到有兴趣的亲子踊跃报名。为了让所有人感受户外露营所带来趣味，由目前网络真情的露营社团所承办的露营音乐节，伫2月陈天辉家己员创专的专业协听，结合迪卡侬的赞助，除了将办一场有500顶帐篷的大规模，并且特别的是结合音乐、户外运动、闯关以及公益，变成亲子嘉年华同款。我们在2月9号到11号在走马濑农场举行3天的露营活动。那期间呢，走马濑也有一些花海可以欣赏，还有我们礼拜6有议员带领他的乐团有一个交响乐的表演，然后礼拜6整天都有音乐的活动表演，然后也有迪卡侬的那个他们设计的那个亲子的闯关游戏活动。我们也找了家福的孩子，我们有10顶的公益帐篷哈。这一次我们选择在农历年前这个天气非常的凉爽哈，那借这个机会到户外踏青，那也邀请全台各地的朋友这个喜欢走向大自然的朋友赶快报名哦。当然嘛，因为现在露营愈来愈流行，会中2月陈天辉嘛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场地合法性，才当生得安心。但是我们现在比较担忧的就是说，其实露营的场地说真的，我们如果说露营是好的活动，那么我们政府应该好好来规划一些好的露营场区否则其实我们会让很多露营的活动好像暴露在危险的一个空间当中，所以这个部分也希望说借着这样的一个抛砖引玉，然后让我们的政府更重视。2月9号开始，为期3天伫走马拉农场的露营，目前正踊跃报名当中。有兴趣的民众千万通错过。电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侪云，温度18度至25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你收看1月1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